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印度的樱花，印度有一种樱花开伫台湾的路边，开花的季节会当伫袂寒的冬天，也会使伫冷冷的春天。印度樱花开的时，路的顶面会搭一顶粉红色的雾，迄雾对路的这头搭去到路的迄头，毋知影搭去到啥人因兜。印度有一种樱花伫台湾开2季，迄粉红色的花雾对冬天的迄头搭过来到春天的这头，咱行入去粉红色的雾内，慢慢啊行，毋知影会行去到啥人因兜。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62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印度的樱花。说入去，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印度的樱花是阮少年的时阵阮对印度野樱花的一种称呼阮较早真爱看花所以对着迄开伫路边迄行道树印度野樱花，阮真爱看。较早我徛的所在的附近，甲高雄市的凯旋路啦、民权路啦、凤山的国泰路，遐足侪印度的樱花，就是印度野樱花。那印度的樱花其实有3种，看起来树仔形、叶仔形甲花形拢类似，但是其实伊是有3种花，一种叫做洋紫荆，一种叫做燕子荆，一种叫做羊蹄甲。那这3种花对秋天9月伊就开始开轮流开到明年的春天，等于袂输开半冬。所以你会感觉讲较会拢有这种花，安尼一直开袂歇。其实伊是3种花轮流开。较早迄阵，我真爱看这花。这印度的樱花伊若咧开的时阵阮民权路、高雄市民权路，迄路是弯弯的。较早啦，阮的感觉是弯弯的。那伊开花的时阵，这个路的顶面真正，迄粉红色的花雾是对这头搭去到迄头。咱若骑奥多仔也好，还是讲开车也好，你若安尼开对迄条路过，一种感觉，就是讲头前的路咱毋知要开去倒。头前的路介水，但是咱亲像行入去这个花雾内底，咱毋知要行去倒。但是总是希望讲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未来，亲像这个花安尼咱行入去花雾内底，希望会有一个真好的未来。所以这首印度的樱花后来若是有人朋友要嫁娶，是说要嫁娶，因请我念诗，我拢会去你念这首印度的樱花，和现场分享。嘛是祝福新娘甲新郎因未来会行入去粉红色的花雾内面会当一直保持迄种水的感觉。后来那伫印度的樱花内面所用的字，我是用了足简单真简单的用字安尼啦，逐个人看到就会晓。
譬如讲，亲像讲即个刀哈，迄雾对路的即头搭去甲路的迄头，毋知影搭去到啥人用刀哈。即个刀，其实即个用即个刀围兜兜的刀，足侪人咧用，足侪人咧用。啊，为什么足侪人咧用？有会当用伊的道理，就是讲伊有围起来的意思，刀笼有围起来的意思。啊，这引申为厝，咱的厝。啊，咱的厝就是安尼，就是家嘛吼。那这个家就是要甲咱即口罩内底，咱家己的人，咱的家人围合做伙。所以较早我看到人用这个刀，我感觉讲足认同。所以后来我若咧写家，我拢会用这个刀。林凤珠老师伫这首诗内底所描写的印度樱花，实际上有几种无同的种类。所以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做一个介绍。印度樱花，咱一般称呼伊叫做羊蹄甲。一般伊的原产地就是中国大陆甲印度，所以咱拢叫伊印度樱花。但是咱咱台湾所看到的，伊就是摕来做观赏的花木，摕来做行道树，也是讲咱的花园爱种一丛羊蹄甲，即个印度樱花，吼伊有啥物功效咧？就是讲伊的根会当治肝炎，支气管炎，也是讲家嗽，也是讲你消化不良、急性的胃肠炎、关节痛痛，伊有止血，会当凉血止血。一般咱咱台湾所看到的，即个印度樱花真正多，但是咱会甲另外一种，就是咱的嘉义市的即个市花分袂清楚，所以咱会当甲你做一个介绍，互咱会当对着即个印度樱花有更较深的认识吼。即个印度樱花，咱若是甲伊看伊的花色，较粉红色，伊的色质较浅吼。若是即个燕子金，伊的花较大蕊，而且伊的色质较紫颜色，而且咱若即个花期的话印度樱花伊的花期就是伫咧正月甲2月即个时间，伊花伫开的时阵，伊的花开是伫咧伊的叶落了后。即个燕子金伊若开花的时阵，伊是伫咧1月甲6月即段时间，伊若开一个开就是非常非常的济看起就是真正水。咱看每一个县市拢有种着即个羊蹄甲，即个印度樱花甲即个燕子金但是要安怎去甲伊分别？伊若无开花的时，咱知影即个印度樱花伊有一个迄个扁扁的果荚，敢若做成豆安尼一条一条差不多15公分至30公分就是长的，而且扁的咱会看真正明显。但是即个燕子金伊的果实咱无法度好看到，所以讲咱若是上大有法度好去分别，就是讲你若甲伊看伊开花的时，你看伊的色，春天开花，然後迄個時陣看到伊個粉紅色，迄大多數攏是羊蹄甲。你若是講秋冬開花，然後伊個花色較粉，有個個接近白色，迄就大概就是羊蹄甲。印度有一种樱花伫台湾开2季，迄粉红色的花雾，对冬天的迄頭，搭過來到春天的這頭。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鸿主老师写诗，关秀萍小姐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